部讲为6月7日起开放外国旅行团入境，佫将台湾列入免隔离名单中。那呢，咱乡亲敢会使去日本佚佗啊？观光局强调讲，目前国内禁团令也未取消，旅行社依然袂使卖相关行程。那违反这个规定人，罚款上无是1万块起跳。不过医生就认为讲啊，日本解禁敢若有淡薄有较冲，到底敢有安全，爱阁看一段时间。使人怀念的日本已经过2年多，拢无看到旅行团。不过，随着日本开国门，6月7日开始先将非观光客放令，一天上济增加到2万人。尤其是伫那些高风险国家，包括台湾，唔免提阴性证明，免采检，免隔离。10号开始，旅行团买当入境，大天上济2万人，比较非观光客的入境规定。不过需要申请签证。虽然日本旅游市场解禁，不过台湾的禁令也未解除。团体旅游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是禁止旅行社，就是入出境都是禁止组团的部分，这个禁令还是在的。那团体旅游的入出境的接待指引的草案，我们也已经定好了，后续我们会把这个接待指引的部分再送到指挥中心。对2020年3月19实施到台的禁团令，若是违反规定，会使照法定观光条例罚1万以上5万以下。不过，国内疫情严重，日本要是甲台湾放伫那些高风险国家，或者台大医生临时票1亿外。主要是南非，主要是美国已经有新一波的这些变种病毒开始窜出来了他们还是把这2个国家都视为蓝色的根本就不管它啦。虽然以外，不过期待真久的日本旅行，什么时阵才会当去？观光局强调，已经和业者积极协商，上紧按算伫下半年，就有可能会解禁。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